你看我现在这样，皮泡眼肿的。我认识他那会儿，还不到20岁，也是个漂亮的年轻小姑娘。当初他说想创业，我就把房子抵了，陪着他白天黑夜的熬，都30岁生了孩子，再回到职场，却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。正好，孩子需要妈妈照顾，我就留在了家里。我看网上那些明星，怀个孕跟怀着玩儿一样，40、50岁了还能出来乘风破浪，我怎么就不行？我生了2个孩子，生一回，死一回，下面撕裂的乱七八糟，胸都垂到肚脐眼上。我的身材、样貌，全都回不去了。我跟他也回不去了。你好，你是徐世聪的妻子。你坐，你坐。是我。是这样，他的遗体损伤得很严重，如果要修复的话，难度很大，需要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，而且比普通的遗体修复费用会高出很多。没关系，钱和时间都不是问题。刘师傅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我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被情人砍成这样的。谁在笑？是你吧？他没笑，您可能你在笑我呀？对，我老公是让情人砍死的，他该死，我也活该，对吧？你们谁还想笑，都一起笑吧，这本来他妈就是个笑话。带动手。赵三月，你可以走了。拿着。我不是在笑他，我都不觉得自己在笑。他当时那么说，我只是想到，我讨厌背叛的人。这种男人不知道让多少女人流过泪、受过伤。现在人都不在了，还要让女人替他们守着烂摊子，凭什么呢？我不是想笑任何人，我只是觉得荒唐。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，亚楠姐？
我是觉得这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啊，过不下去的总有办法分开，还在纠缠的呢，那肯定也有他们的理由。甭管这些理由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无知，但既然他们愿意选择相信，愿意自己骗自己，那身为外人，我们干嘛非要去打破他的平静，让他的生活更加支离破碎呢？但是那是不对的。挺好，你还能争论个对错，说明你还年轻。但咱们说到底就是个摆渡人，也不是审判官呢。姐，我真的不能留下来了吗？去找高副馆长吗？让他帮帮你。是刘师傅让他留下来实习的，咱得听专业人士的，给年轻人机会。刘师傅，你是想给年轻人机会，还是想给自己机会啊？你是不是想跟他打一场就好啊？高副馆长，哎呦，三月，来，哎，什么事儿？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有，来，坐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不给我转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可以告诉你，原因是你实习了3个月，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这3个月以来，我从一开始看见遗体就害怕，吓得手脚发软的废物，到现在，我学会了怎么防腐，怎么把舌头塞进去，怎么合上他们的眼睛，怎么替癌症去世的病人填塞他们凹陷的脸颊。我一点点的学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挺不错的呀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是苏荣的侄女的话，那我不，咱不说这个啊，不说这个。你俩是 CP 是吗？啊？持证上岗25年。行，那你们老人家的三角恋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？老人家？口误。你闭嘴！谁老人家？哈，你大姨妈才老人家呢。但是我还真不是因为她老人家才